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3，加勒太书5章13节安尼讲：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恁，是要互恁自由。不过，毋通互恁的自由变做放纵私欲的机会，就用疼心互相服务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毋通用自由来放纵私欲，就用疼心相服务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主爱、圣洁、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。敬拜你的荣光，尊重你的圣名，主啊！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赏赐活命甲自由的上帝，主啊！我要来学习你无尽的疼痛甲信心。也要来高举你至圣的名，主啊！求你互阮明白，自由毋是随意来行的借口，乃是活命更新，互使命呼召的生命状态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互自我甲私欲来捆绑，乃是互圣神引带，伫真理的中间来行。因为你爱阮无放纵私欲，是着用疼心来互相服务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